默，你的功课写完了吗？为什么一直往外看啊？我在看邮差叔叔来了没呀。默默，为什么要突然关心邮差叔叔来了没啊？彤彤姐姐，因为我今天早上寄了一封信出去，我在想对方会回信吗？早上才寄信呢，寄信，人家都还没有收到，怎么回信啊？默默，你寄信给谁啊？就是我交了一个笔友啦。交笔友很好啊，交笔友可以练习写文章，还多了一个朋友可以聊聊天。可是默默啊，你知道寄信呢要贴邮票吗？彤彤姐姐，你说寄信还要干嘛啊？要贴邮票，就是贴邮票啊。寄信呢要贴邮票才寄得出去啊。我好像忘了要贴邮票哎，怎么办？那我去把信拿回来。彤彤姐姐，怎么把信拿回来呀？伤脑筋，怎么把信拿回来？不然只好再写一封，要记得贴邮票才能送到人家家里啦。那封信写什么我都忘记了啦。贴邮票，贴邮票，贴邮票，贴邮票。亮亮，你有没有浇水啊？没有哎，今天轮到默默浇水。不是那个浇水啦，我是说有没有浇水，我要拿来贴邮票。我听错了，原来浇水是要贴邮票啊。寄信呢，寄信，寄信呢，寄信。亮亮，你可以帮我寄信呢吗？好啊，彤彤姐姐，你要寄信的去哪里？这是秘密，我才不要跟你说嘞。那我看地址就知道了。寄信呢，贴邮票。2句客家话，小朋友学起来了吗？哈克乌拉拉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！张罗了。